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今仔日读到一段足长的经节，伫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伫咱顶礼拜有读到汉娜为着要讨一个囝，伊去甲上帝求。然后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是，伊有讨到即个囝，即个囝也渐渐大汉，伊转带即个囝去到伫圣殿内底服侍。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然后伫咱儿童的信息内底有讲到一个小孩与棉花糖，其实伊是对这本册先别急着吃棉花糖，对这本册所出来。这个实验有做将近30年、30-40年。对遐个囡仔，了搁是细汉的时，伊就开始做这个实验，拢总用将近600个囡仔来做这种的实验。然后伫因30年了后，搁重新去追踪，看这个囡仔伫因后来的成就，甲因当初时是毋是会当等待15分钟来食迄个棉花糖，敢有无共款的结果？所以因得到最后的统计，因就是看到讲，若是遐个会当忍受15分钟较来食棉花糖的，伊愿意为着迄个第2粒棉花糖来挺效的，这个囡仔伊伫后来较有成就。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单方面的统计，这毋是拢总。一个人有成就无成就，毋是在于伊的钱财，是在于伊即个人是毋是有自信，在于伊即个人是毋是伫人生有计划，是毋是伊对伊人生所行的路会当有一个真稳当的迄个感觉，然后伊对伊的人生感觉幸福，感觉满意。伫即个中间，最后得到一个结论，伊所讲的就是即个延迟享受。伊伫咧讲，当咱看到囡仔，伊会当有自律 ，self discipline， 伊会当家己控制伊家己，伫伊该做的，还是伫伊需要做的，伫迄个中间会当做选择，会当控制伊家己的时，即款的人，伊会当较互伊的人生较有成就，较有成功。所以，伊所讲到的，就是一个真重要的，你是毋是会当延迟享受？所以要读册的时，会当先做困难做的去读册，然后考了才去佚佗。有时会感觉讲我拢读无册，因为看到要读册就亚先，所以拢先走去佚佗，佚佗了才转来读册。我想，这是咱今仔日儿童信息内底所讲的，嘛是今仔日咱伫讲道中间所有的一个真重要的想法甲观念。但是今仔日对着咱的人生来讲，咱是毋是嘛会当延迟享受？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内底，拢有囡仔，一个是汉娜的囡仔，什么人？撒母耳。另外一个是以利的囡仔，什么人？有2个，以利的囡仔有2个。伫即2个中间，34节，你2个囝何分年非年合？即2个囡仔，咱所读的12节开始，第一个伊就讲，以利遐个囝是非类。第一个就去否定即两个囡仔是一个无好的囡仔，伊是歹人，伊毋捌耶和华。然后伫17节，伊也讲到，即2个囡仔的罪伫耶和华面前真重，因为伊的老爸是祭司，但是当祭司伫遐应该爱为着献祭有因的规矩的时，即2个囡仔完全无尊重，所以伊想爱食迄个肉，伊就甲硬，伊就甲客气，伊就伫迄个中间完全看袂到耶和华上帝，伊只有看重伊家己。所以即个我想是伫圣经内底真少数去讲到讲有啥物人，特别是一个祭司伊的囡仔，伫即个中间是一个非类的。所以即2个人常常会互人伫囡仔的管教的中间，互人摕出来做一个比喻。即2个囡仔实在是无好。所以伫迄个中间，耶和华上帝也差遣其他的人去责备以利，甲伊讲：你无好好管教你的囝。所以你的家后摆无留人，拢要伫中年的时就过身。意思就是因即个家无法度伫伊一个人人生拍拼的过程，看见着伊人生拍拼的结果。
伊无法度伫伊人生拍拼的过程，看见伊人生拍拼的结果。伊会当付出足侪力，但是伊无法度看见伊为着遮个付出的体力、精神，会当得到什么款的成就。伊的囝也伫即个中间，互人看见真难好心。趣味的是，即个汉娜，伊要将萨摩尼献祭做拿细尔人互伊伊只有讲到一个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咱可能毋知影以弗德是啥？你敢捌看见迄个长老教会牧师，还是天主教的神父？伊所穿的牧师服外口有一条红色的，有诶嘛有绿色的，挂伫即个红棍，挂伫遮。迄条带，就是对以弗德来的。所以伊所讲的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其实就是伫即个中间所挂。以弗德顶挂有啥？有经章。有圣经在手伫遮，写伫遮，所以会当常常起来读。即个汉娜，我毋知影伊伫送撒母耳去到圣殿，互即个以利奉献伊的囝伫以利面前服侍时，伊敢知影以利的两个囝是傀儡？因为伫咱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孟母三迁，为着要找一个好的环境，若是即个汉娜我想伊大概无通听啦。伊较会将伊家己的囡仔送去互一个家己的囡仔拢教袂好的祭司以利的所在，讲要互伊伫遐咧学习送错地方了啦。伊毋着爱送伫一个所在，会当有一个好的哥哥姐姐安尼甲伊带、甲伊教。会当送去一个所在，迄个爸爸妈妈会当真认真，真有学问，真有耐心来教示遮个囡仔。结果伊无，伊将撒母耳送去到伫以利的厝，然后伫遐咧服侍伊。我想这是一个足大的讽刺。我想若用现在所有的父母拢为着咱家己的囝儿好，要互伊有一个真好的教育的环境，大概无人会做成像汉娜这个代志。绝对袂甲一个囡仔送去到伫一个傀儡的家庭内底。但是真趣味的是，即个撒母耳，伊敢有甲以利的两个囝同款学歹？无。圣经第2章26节，伊伫遮讲，撒母耳渐渐大汉，耶和华甲人是哪意爱伊？即个撒母耳，伊无对以利的两个囡仔来学着遮个歹。反倒伫迄个圣殿内底去学到一个真好、真水的见证。咱过去捌讲起，撒母耳即个人真特别，因为伊一个人有3种的身份。第一种的身份是，伊是祭司，是咧。第一种身份是士师。撒母耳是伫当初时迄个时代最后一个士师。士师的工作是啥物？士师的工作就是，若有人冤家。叫士师出来调解。那以色列外口若有人来甲因欺负，即个士师就爱负责甲大家壮丁招来出去相战，这就是士师的工作。但是撒母耳是以色列历史内底最后一个士师，因为后来以色列有产生一个王，迄个王是甚物人去甲伊换手的？就是撒母耳。所以撒母耳伊嘛是祭司，然后伊阁是先知。这个撒母耳真伟大，伊有3种的身份：第一个是士师，第二个是祭司。所以伊去甲以色列王抹油，第一个抹油的是甚物人？扫罗。第二个抹油的人是甚物人？大卫。然后伊第3个身份是先知。我想伫即个中间，伫撒母耳伊大汉的过程，一定甲以利两个囝无关系。即个撒母耳毋是以利的囝教出来，毋是伊家己带歹的。我想伫即个中间，咱嘛常常会亲像撒母耳共款，会亲像汉娜共款，意爱撒母耳会当有一个好的环境去学。咱嘛意爱伫咱世间的日子会当找到一个真诶好的教会要来。咱要去一个真好的教会，互咱的心神肉体拢会当伫迄个中间来得到长大。咱常常对上帝来求讨，
稳定舒服，但是咱无一定有耐心来听候这个祝福。伫过去，咱捌伫讲道内底捌提到一个人，迄个人常常有讲到一个叫做雅各的祝福。这个雅各真特别，雅各是一个真意爱去溺爱，所以雅各这个名的意思是啥物？抓住，伊想要掠到人的福分，伊想要找到人的资产，伊想要伫上帝面前会当领受大囝的福气，所以伊用骗的、用拐的去共拐到大囝的名分，但是伊嘛对迄个中间开始走路，所以雅各伫即个中间，伊圣经无安尼写，但是会当用推算的。其实雅各伊去领受到迄个大囝的祝福的时，因老爸甲伊祝福，伊迄阵是几岁？71岁。其实伊迄阵是71岁，然后伊出去流浪20年了，他最后转来到因老爸家，迄阵已经92岁。然后伊搁甲约瑟去到伫埃及，所以100几岁。伫迄个中间有真侪物件，互咱看见。雅各伊领受到迄个因老爸予伊的祝福，但是等到伊真正去得到即款的祝福的时，中间已经经过30几年，然后中间经过真侪走路、真侪艰苦的日子，一直磨练即个雅各，成做一个会当承受祝福的人。今仔日，假使咱若去爬山。真喙重，看到有一种的水泉，你有欢喜无？有水人啉，一定欢喜。但是有水人啉，爱有物件神。咱需要有一个物件来神迄个所想事咱会当得到的水。今仔日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嘛共款。当咱向上帝来求讨，上帝求你赐福我的时，你嘛爱明白你家己。诚做迄个会当来信上帝福气的器皿。有时上帝毋是无赐福，是因为咱的器皿、咱的盘、咱的碗下底有破空会漏所以所有的稳定、所有的水流落来了后，伊搁流出去。我想上界互人艰苦的就是，咱明明就有看见上帝赐福互人，但是无一个福气流会掉。但是对着咱今仔日所读的，对着囡仔，爱伊伫即个中间，毋通用享受来做伊第一优先，爱先去做需要做的代志，然后才来做想要做的代志。我想这是伫咱今仔日所学习到的一个功课。有一个牧师，伊安尼讲，伊讲吼，咱爱常常为着咱的囡仔来祈祷。你爱祈祷三项事，为着囡仔来祈祷，祈祷三项事。第一项是祈祷咱将咱的囡仔交伫上帝的手里。我想真侪时，咱有咱家己的囡仔，但是咱无法度放手。啥物话叫做无法度放手？因为咱想爱用咱的经验来帮助咱的囡仔，会当得到一个真好、真顺遂的道路。所以，咱将咱的想法、将咱的经验，真侪放伫囡仔的身上。所以，迄阵囡仔若有听你的，就叫做有乖；若无听你的咧，叫做无乖。有真侪时，咱伫遮所拄到的一个真大的对抗甲试探，就是我到底是要照着我家己的想法来养饲即个囡仔，还是爱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养饲即个囡仔？但是圣经所讲的囡仔是上帝的产业，咱是安怎？咱是管理，咱要互伊大汉，要互伊成长，互伊有日子伫即个中间会当成做上帝的器皿。咱是伫即个中间。用咱的经验，用咱的信仰，互咱的囡仔会当行伫上帝的道路。所以第二个真重要的就是，爱去做伊有一个永生的未来，爱互伊认捌即个上帝，认捌耶稣，爱互伊伫世间的
日子，互伊看见什么会是真正的价值，是伊会当一世人去追求的，一世人去跑走的。互伊伫即个中间重新去看到，人所要追求的，毋是眼前迄个互你享受福气的物件，互你知影，毋是伫迄个中间来看见，咱会当随赚到的钱，会当互咱的生活来得到一个好。是安怎？今仔日咱所读的经章，去讲到伊伫个家，伊所得到的咒诅，就是因兜后摆无老人，拢到中年就死。即个上界大，互人心疼的，就是一个人，伊可能一世人打拼的过程，爱一直行到伊年老的时，才有收割甲收成。我想，检测咱有即款的经验。当咱有体力会当家己去佚佗的时，真好。我想，迄是对咱生活内底一个真好的享受。但是，甲你看到咱家己的囡仔甚至是孙仔，伫迄个中间真活动、真活泼，然后咧学习、咧去做、咧敲找伊大汉了后所要去敲找目标的时，对咱来讲，伊阁是另外一项无共款。当咱今仔日看到囡仔伫即个中间的时，咱是意爱看到讲，哇，咱欢喜伊的成长，咱欢喜伊伫即个中间会当着一个真好的目标来成长。囡仔会大，咱会老，但是当咱老的时，怎样将咱所有的迄个欢喜甲愿望，继续会当煞伫遮个囡仔，甚至是孙仔的中间，互伊继续去跑走。迄真做咱一个真大的安慰。伫即个中间，爱为着囡仔来祈祷，为着囡仔伫伊人生的内底所建立的价值，是一个值得伊敲找规世人的价值。然后伫即个中间，培养伊对上帝的渴慕。今仔日世间有真侪会当引诱人的物件，有真侪物件会当互咱来迷失。有真侪物件会当互咱来开费咱的时间，咱会当开费真侪时间伫韩剧，咱会当开费真侪时间伫拍球，咱会当开费真侪时间伫咱所欢喜的物件，但是你无一定会开费真侪时间伫读圣经甲祈祷顶块，因为咱意爱去敲找迄个简单享受的物件，特别。当咱无习惯对圣经的中间来得到活力甲快乐的帮助的时，咱无迄种胃口。常常要叫咱读圣经，读袂落，嘛读无。常常要甲咱讲，要来参加教会聚会，限制收济，因为通常拜六拢走出去佚佗。常常甲咱讲，咱着爱意爱伫迄个对上帝的渴慕，咱。无法度接受，因为咱毋知影即个上帝对我到底有甚物款的价值。亲爱的兄姐，当咱在栽培咱家己的囡仔的时，咱是将咱未完成的愿望放伫因的身上，爱伊叫伊继续去追求嘛？或是当咱有真好的经验，知影讲啊，即个世间我较早是安怎受过辛苦。恁着毋茫遐辛苦，所以用真好、真方便的方法，互因去免除一切因所需要担当的迄个担。我想真侪时，咱拢为着囡仔好，所以为着囡仔好的结果就是，咱替伊款、替伊煮、替伊收，所以咱的囡仔只要做一项代志是啥物？好好食。偏偏伊伫迄个中间就是无要甲你食。那阮祖囝拢甲我讲，那个我都不喜欢吃，我只喜欢吃垃圾食物。咱所学到的，好吃的东西不营养，营养的东西不好吃，所以囡仔最后要食的是啥物？拢是汉堡。所以你要互伊食较济，还是你要甲敷衍的是去买麦当劳？
我毋知影麦当劳是毋是安尼成功的，但是麦当劳伫阮兜足重要。因若骗囡仔骗到毋知影要安怎骗的时，去食麦当劳，哇，对因来讲有够欢喜，有够享受。但是有真侪时，咱就是无将囡仔养成一个好的胃口去食好的物，咱无互伊的心来养成一个好的胃口去羡慕上帝。包括咱家己嘛同款，所以咱开费真侪时间伫电视，咱开费真侪时间伫开讲，咱开费真侪时间伫咱生活顶悬无法度帮助咱成长的事的顶悬。但是真正会当互咱成长的，咱无一定要去做，因为咱无即种的胃口。亲爱的兄弟，当咱伫即个中间有所期待，咱用咱的能力为着咱的囡仔来拣迄个好的物件的时，迄个物件真正对伊好吗？咱做到尾仔，咱做的比囡仔较济，然后囡仔无习惯做遐个事。举一个例，含带伫儿童信息内底讲到的洗碗。咱有偌济人愿意互咱的囡仔去洗碗，尤其是来到北美，有一个足好的器叫做洗碗机，所以你只要食的，拢总甲放内底。我想，包括含你租的厝，也是我租的厝，拢有一台洗碗机，因为迄是租厝必备的。但是阮无用一个上介大的理由是，阮感觉洗碗训练家己，训练囡仔。因为伫一个家庭内底，上介复杂的工课，就是伫厨房内底。所以，当你会当将厨房的代志做好真好的时，你会当买菜、煮菜、洗菜，然后清气，你爱切、爱揉、爱将遐个物件来款做无共款，一包一包无共款的物件的时，你的头壳爱一直咧领导。迄对囡仔嘛是一种的训练。但是咱常常所做的就是，你藏的就好。包括我同款，你藏的就好，我等一下来说。其实拢毋知，你拢将上好的福气留互家己，因为你咧训练你的头壳。所以有说有做的人得到福气，因为伊一直咧受训练。然后遐会享受的咧，最后咧变做头足大粒，然后手足细致。今仔日咱嘛伫即个中间重新来思考，咱到底对囡仔所做的是啥物？今仔日无论你对你的囡仔、对你的孙仔，也是我对我的囡仔，还阁有真侪期待的时，请咱会记一个上介重要的事，要互囡仔学习听上帝的方式，就是咱内心先学会晓听上帝；要互囡仔学会晓祈祷的方式。就是咱内心爱先学会晓祈祷。今仔日时代改变啦，足侪物件毋是咱咧教咱的囡仔，是咱的囡仔咧教咱。当主日学看到真侪囡仔伫遐咧背主祷文，背了愈来愈好，愈来愈有兴趣的时，发现啥物人袂晓？爸爸妈妈袂晓，所以爱变过来。爱甲咱的主日学小朋友转去带你的爸爸妈妈祈祷，袂晓祈祷用主祷文祈祷。亲爱的兄弟，咱伫咱生命所跑走的路程，咱嘛需要耐心去做应该做的。咱毋是只有将为着咱的囡仔来祈祷，请咱先将咱家己交伫上帝的手里。请咱先对咱家己来去做迄个永远的愿望，先请咱对咱家己先来讲，培养咱对上帝的渴慕，然后咱才有法度做一个好见证，互咱的囡仔、互咱的孙仔会当伫迄个中间来学习。今仔日咱对咱的生命嘛同款，咱需要延迟享受，先去追求迄个应该爱追求的。然后，咱才有一天会当得到福气，毋是亲像伊利因的家庭，
当咱年老的日子，看到咱的囝儿孙啊，伫伊人生的风浪顶悬，继续咧跑走的时，咱才有法度得到安慰。愿上帝的话刻牢伫咱的内底，愿咱会当亲像汉娜一样，咱上帝要讨一个囝，但是上帝不止赏赐伊撒母耳，伊阁赏赐伊阁较济个囝。愿咱先学习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其他的咱拢要伫这个中间平心得到稳定安稳。咱三个来祈祷。向阮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来摆列阮的祈祷。当阮亲像大人伫教示阮的囡仔的时，阮感谢你，互阮来看见阮需要安怎做。总是阮也看见，当阮咧教阮的囡仔的时，阮家己所做的无够格。主啊，求你搁一摆，互阮亲像囡仔，倒转来到伫你的面前，用单纯的心，伫你的面前向你来恳求。主，伫阮改变别人之前，大先先改变阮，互阮嘛会当伫阮人生跑走的路站，阮会当停候15分钟，阮学习。先去做阮着爱做的事，才来享受阮人生的时间。主求你，互阮伫即个中间，重新搁一摆来看见你的气力伫阮生活顶悬，来催逼阮跑走到前路。主，互阮的信仰不只是伫阮的嘴，更加要伫阮的行为。阮愿意献上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